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为了应应接续落来风台季节，特别采购72台移动式的抽水机，上午伫市长黄伟哲的监督之下进行效能测验，并且开始进行布置，要平均分配伫大台南每一个容易饮水的所在。伫台南市长黄伟哲的监督之下，一寡新买总共72台。0.3 CMS 抽水机一一来进行着抽水效能检验，看到这快速又搁大量的排水效能，市长相当满意。伊也表示真希望这寡机械拢用袂着，大台南莫搁饮水，但预防万一，市府也是爱先买好抽水机，做好准备。我们的抽水机的部数在台南市已经有379部，那今天这一次又采购了72部。移动式抽水机，台南市政府出了5000万，中央补助了3000万，总共大概8000万。那这些其实坦白讲，都是为了顾及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当然，这个现在的极端气候已经是很明显了，所以说我们真的很难预料，以现有的这个工程以及现有的硬体设备，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能够100%。但是治水的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说100%一定不淹水，只能说尽其所能减少淹水的这个伤害。那我们觉得其实非常感谢中央水利署以及六合局对于台南治水工作的支持。那台南市政府一定尽全力跟中央配合，在这个不管是这个河川的这个综合流域治理，以及我们的这个应急的这个设施或者是设备上，还有抽水机的设备上，我们一定尽全力来做。这种抽水机对系统性的这个淹水是有相当的帮助。它每秒钟可以抽到0.3吨的这个水量，而且它加满油的话，持续然后来抽用24小时都是没有问题的。这过去我们在各个所谓淹水的地方来实证这类型的抽水机，它的耐用性都很好。5月份，这款简单型的抽水机组已经陆续交机，布置伫咧容易淹水的地区。剩落来的36台，预计伫咧7月底就会来完成交机的动作。有这款机械斗3工，相信会当互大台南水患的问题大大来减轻。台南新闻网赵采访报道。日前落了几啊天的豪大雨，造成真侪所在淹水，其中水沟塌掉的嘛是原因之一。市长黄伟哲17号下晡特别前往东区管县里去了解清洁队工作的情形，并且亲身摕起工具，示范安怎清理徛街附近的防火巷甲水沟啊。为着要了解环保局清洁水沟的状况，同时呼吁市民爱多加注意家己厝附近的公共水沟是毋是有塌掉的。市长黄伟哲17号下午来到东区的关姓里，听取到环保局长的报告。会中清洁队除了展示家己所做的装备，同时也伫咧现场做清水沟的动作，予市长来了解，也运用到大型的清沟车现场来示范。那从他们工具的自己制造，以及人力的清沟，再到机械的清沟，都可以看得到。事实上，环保局的同仁是非常的用心，同时，也鼓励所有的里长，那呼吁我们的里民，对于自己家的后侧沟，自己家的旁边的沟子、小沟子，可能要自己清理。那因为你自己的沟子清理了，那大沟环保局来清，那这样子这个政府跟民众这样配合，才能保持我们水沟的畅通，也就是下雨的时候大家才不用愁。那如果自己的沟没有清理，那只依赖环保局清大沟，那可能自己的家先淹，然后路面反而没有淹，那这样子不是好的情形。所以我们真的呼吁要防范水灾，要保卫我们的家园，大家一起来。那把自己的部分跟政府的部分，我们都一起做好。那一方面可以避免登革热，一方面避免蚊虫，一方面避免积水，这样子在公共卫生以及环境清洁上都能得到最大的保障。
环保局表示，清理水沟的工课是规档拢无休困的，因也呼吁市民朋友除了家己厝4公尺以内公共水沟必须要家己清理，同时毋通将杂物、将花干放伫咧水沟顶头，来妨害到伊的排水功能。最后嘛，因为即马台南附近的城市已经有天高热的本土案例，所以平常时嘛要做好巡倒清刷，减少病媒网的产生。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6月15号是警察节，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活动来表扬优秀的警员，同时佮邀请义工、民防志工等5个团体做伙参与。不过因为日前发生枪杀警察的事件，互现场气氛震动，但是警方伫21点钟内都抓到嫌犯，所以伫会中也颁发慰问金。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市府警察局特别伫15号上午举办盛大的警察节庆祝活动，现场也一一表扬表现优秀的警员，同时邀请民防、义工、巡守队等5个团体共同参与。一开始也安排新生代舞蹈团用艺定结合小小警察的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市长王伟霆甲议长郭信良以及侪议员拢亲自出席，感谢警察维护治安的辛苦。今天的警察节，我们是感伤又感恩，但是也要代表台南市189万市民向全体警察表达最诚挚的敬意跟谢意与努力的肯定，尤其也要感谢全体的民防、义警、义交、志工及巡守大队的同仁，为协助本市的治安跟交通秩序无怨无悔的付出。新董家期待我们警察团同仁能够秉持团队的精神，继续维护社区、打击犯罪、守护家园，让台南市民的乡亲呢永远能够安居乐业。在此代表台南市议会向各位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因为日前发生了枪杀警察的事件，警方也伫21小时内连续抓到嫌犯，所以会中特别变更程序，颁发慰问金。警察局长黄宗林表示，虽然已经抓到嫌犯，但是无人是欢喜的。台南市的警察同仁毋但是团队效率，也有非常好的同事感情。阮遮的同事抓到这个人，无一个欢喜的。所有的侦查人都在流眼泪，阮就唔甘。台南的警察哪有团队有效率，我们还有浓浓的感情。所以，我就市长讲的，我们终于给台南市民一个交代，我们也给我们他家属一个安慰，也告慰他在天之灵。同时，警方也伫这日子举办关怀活动，对95年开始，现在已经成为台南的传统。今年的关怀量嘛比去年更较侪，希望会使透过安尼的方式，帮助更较侪需要帮助的民众。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伫6月15号举办108级的毕业典礼，这届总共有2260位毕业生。今年学校特别邀请知名的团体911现场演出，带来祝福，予毕业生留下难忘的回忆。迎接6月毕业的时节，中华艺术科技大学15号来举办了108级的毕业典礼。这届总共2200多名的毕业生共同聚集伫体育馆。伫老师甲学弟学妹的祝福之下，
共行上新的人生道路。校长詹信超也勉励所有的毕业生，未来爱教人为先，加讲好话，也期待每个毕业生未来会使发挥家己的专长，为社会奉献的能力。今天是中华医大的毕业典礼哈，我们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很多国家的同学一起毕业，我们总共有2300多位同学，我们一起毕业哈。我们学校这几年设备都更新，我们的考照率也一直创新高，我们的学生人数不降反升。那我们的毕业典礼今天看这么热闹，我们就业率是全国第5名，所以我们的注册率才这么高。今天恭喜我们所有的毕业同学鹏程万里。校方也特别邀请知名的表演团体就一到现场表演，让侪学生拢感觉非常欢喜，减少了毕业离别的忧愁。最后伫气球甲彩带的欢送之下，为即届的毕业典礼画下完美的结束。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南区占地将近4公顷的欢喜公园，伫106年由华友联建设公司领用。现主时2档的时间到了，因若要继续领用，因为这块公园管理起来一档嘛需要至少120万，所以市长黄伟哲特别到场向企业表达感谢。这块占地将近4公顷的欢喜公园是南区的新公园，106年开始由华友联建设公司申请领用，为期2档的时间。如今时间已经到，该企业有愿意继续领用。其实安尼一块公园管理起来一档也需要120多万，也因此台南市长黄伟哲到现场来表达满满感谢。这个事半重化华友联例子，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到，是从无到有，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把这样子的社区86特区的这样子营造出来。我们也谢谢华友联公司对整体的这个86特区的这个营造，也谢谢华友联公司对于公79的营造，让我们这边周边的居民参像咱拄则所局长所讲的，会当有一个好的休息所在。这座公园的景观相当的水，但民众有缘认为有部分的设施不足。议长郭信良也趁这个机会向市府以及管理者来反映。咱要为倒几个所在栽瓜一年四季拢有花，1月到4月是啥物花会开花，4月到8月啥物花，冬天是啥物一区甲栽几丛互人才看有花。第二亮化，亮化是欠咱这个部分者迄个亮化若去做坏，这个环境足水的啦。家己放到活动，安尼钱了毋才有够有价值。无一当开了200-300万，结果无人要会使徛到开这个戆钱。对不对？就甲做好，咱市长来做交代，讲要甲咱收田咱做得较圆满。听出了侪意见以后，华友联建设公司的董事长也承诺，会将这个欢喜公园做甲更好。我们希望这个公园，我们会未来持续跟公务局还有我们公园管理处持续的来接洽，我们会用更多的经费，包含把整个路灯把它做得更亮化，让晚上让所有的住户、所有的里民。可以在这边非常安心的在这边运动。市府甲民间企业签约，让这座欢喜公园未来将朝向饮食经营方向来迈进，创造市府、民众、企业的三赢。咱的新闻网号采访报道。对真侪人来讲，电动是生活当中真重要的一部分。到一位高三的学生，因为上过沉迷伫耍电动，所以严重影响到课业成绩，甚至差一点就被退学。后来去病院的身心科看诊，发现有电源失调的状况，好佳在经过医生的治疗，已经有改善。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电源失调症定义做一种疾病。根据统计，台湾耍游戏成瘾的大约3.1%。但是，市立病院的医生表示，这款的状况佫需要详细来评估，并不是爱拍电动，就是电源失调，必须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才有可能是这款的病症。虽然无药物会当治疗，但是会当透过心理治疗来改善这款的状况。若是有其他身体上、心理上的问题，嘛会当搭配药物来使用。关于电源失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去
厘清说，比如说患者或小朋友对于玩电玩这件事情有没有到一个不可控制、不可自控的地步。再来就是它会不会影响到他其他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业啊、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的作息等等的。那最后就是说，他对于这个电玩失调，如果已经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了，比如说熬夜、没精神、功课不好等等，那当事人他在不在意？他会不会就觉得无所谓？那如果又不能控制，那又这个玩电玩又比其他事情都更重要，再加上他对于如果产生负面后果，他也毫不在意，这个就是已经是一个病态，需要去做治疗的。那当然治疗就是赶快带去医院，找医生去评估，来做一个协助。医师嘛认为，电玩游戏除了是娱乐以外，嘛是一种社交的话题。家长无需要过度来禁止，但需要多多来了解。比起治疗，预防小朋友成瘾嘛是相当重要的。假使若发现小朋友拍电动的时间甲优先程度已经超过所有的代志，同时影响到生活甲功课等等的状况，会当提早来找医师，但无需要过度的恐慌。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台湾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6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